的一位歌手，什么优点伊拢总有，足无简单，什么优点拢总有。哦，安尼就是做艺人上适当，做歌星上适合。什么优点？水，笑容好，歌声甜甜，人嘛生了甜甜，古锥啊，有人缘。这个条件无简单哦。要介绍这位真少年、真优秀的歌星刘依纯，歌声好，又生了水，有人缘，搁介古锥，看到咱真好透喙，笑容甲伊伴相随。来介绍刘依纯，人少年当青春，人咧红嘛即阵。入艺界路顺顺，较紧邀请伊上舞台。要唱《心内事》，无人知，看伊伫舞台顶咧猜，音乐紧走落较实在。来听即位美女美妙的歌声，一条阿基足喜意的《心内事》，无人知。来，水姑娘啊，请。想着有矛盾，应该怎样心肝乱纷纷？山内人的阮拢有意爱，如何打算袂跳通安排？想也是无法通排解，心内事情也是无人知。心内的事无人通知，对阮求安，拢是两个囝。一个对着事业真打拼，一个演出有钱有名声。两个拢是真心对待阮，问当好对着你的拢分。予阮想着心内有矛盾，应该怎样心肝乱纷纷？山内人的阮拢有意爱，如何打算袂跳通安排？想也是无法通排解，心内事情也是无人知。我甲你报一个好康的，好康的。上早隔壁阿爷我讲阿基介绍好厉害的红狗爷。什么好厉害红狗爷？